你这个搓的蛮厉害的，你这个破相了呀！啊，抬头，嘴巴里面没问题啊，都会擦伤啊。后面可能要换药，你这个脸上裂的有点厉害，做破相会很厉害，留疤可能会有一点。有完全恢复的可能吗？你大部分都会恢复的，少部分可能会有点痕迹的。少部分可能会有点痕迹的。激光修复可以修复的看不出来，大概率可以，但你短期内肯定会红的，就是这1年左右肯定会红的，是吗？你有偶像包袱啊？不打球，打球不影响你打球的，小心点就行了。你现在给自己这个面相打多少分？10分制的话，打多少分7分。那你现在受完伤之后觉得几分？5分是吧？那你估计后面等你愈合好之后，差不多也就6.8分吧。能理解了吗？这样心里就有数了吧？差个0.2。对，好吧。